大家成日覺得咧肩頸硬晒、膊頭軟痛，唔使驚。今日咧分享3個小貼士，幫你鬆翻晒。貼士1：熱敷。天氣凍咧或者冷氣大，肌肉咧會收縮得變硬。最簡單嘅方法，用暖水袋或者熱毛巾敷喺肩頸嘅位置，每次咧10到15分鐘。熱力咧可以促進個血液循環，令到肌肉咧慢慢放鬆晒嘅。貼士2啦，一個簡單嘅拉筋，每日咧做3次。坐直嘅身體，慢慢將頭向左肩靠近，停留15秒，然後咧向翻右肩一樣15秒啦。再輕輕向後仰，下巴微微提起，記住要慢，唔好挫。貼士3：改善坐姿。睇 mon 嘅時候咧，屏幕嘅頂端應該同你眼睛嘅水平咧成一直線，手踭彎曲成90度，背脊貼住個椅背，每半個鐘頭起身行下喐下。肩頸痛咧好多時因為姿勢唔好累積出嚟嘅。如果痛症持續咗幾日都冇好轉咧，建議咧都快啲睇醫生或者係物理治療師啦。記住練習呢3招，肩頸自然咧輕鬆晒。